哋最近多咗好多年青朋友啊！大家未夠30歲嘅舉舉手。你咩未夠30歲大佬？哇！真係啊！嗱，35歲樓下嘅，我哋齊嗌一嗌聲，顯示下啲威力好嘛？嗱，邊個有幫主話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喎？嗱，未夠30歲嘅嗌先啊！1、2、3，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？嗱，咁我哋今日咧就係呢個步行籌款嘅第一幫，我哋印啲卡嘅。咁啊，呢啲卡咧，即係我睇完就好中意。咁啊，幫主係更加中意。佢話呢啲卡咧顯示社民連嘅抗爭嘅路線。畫卡嘅朋友有冇上到嚟啊？今日係冇啊？阿吉常冇上嚟。咁啊，係位即係義工朋友㗎。佢當初幫我哋畫嗰陣時咧，我同阿毓民都唔知邊個畫㗎。佢畫完就抌咗上網。咁我哋覺得話呢個即係老友真係好嘢喎咁。咁其後咧，佢落咗毓民嘅牛肉麵性麵咧就自我介紹。咁啊，我哋開始就認識。咁啊，佢跟住畫完之後咧，就上一個月咧就幫我畫咗第2張。咁啊，第2張咧就當我大嚿啲咁。咁啊，即係第2張咧最靚就係後邊嗰啲嘅卡通，唔係我哋嗰3個，係後邊嗰班。大家陣間仔細認下睇，認唔認到邊個打邊個啦嚇？陣間等阿幫主介紹。咁啊，今日大家嚟到呢度支持就係參與呢個社民連嘅步行籌款。我估計今日咧應該係籌到40萬到啦，今日。大家俾啲掌聲好嘛？好。咁啊收咧就應該收咗10零20萬。咁啊有啲認咗嘅咧就未交翻嚟。咁我初步粗略估計咧就應該有40萬㗎啦。好嘢！嗱，呢個係我哋目標嘅1/10，10分一咋，我哋要籌400萬啊，係嘛？有啲朋友話喂，你丐幫一下子就話籌400萬，係嘛？咁咪即係你有啲大老細、大財團照住。我同佢哋簡單講，香港啱啱過700萬人，係嘛？每人1蚊都700萬啦，係咪咁講啊？咁啊，大家幫幫手，揾啲市民幫下。嗱，我簽嗰張嘅步行籌款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我叫啲同事咧落去佢啲街坊簽，10蚊又好，20蚊又好，簽咗100幾張，係嘛？咁所以大家咧就如果未即係揾人簽嘅，或者繼續可以簽嘅，行完都可以揾人簽嘅，我哋冇所謂㗎。事後補費好唔好啊？好。咁啊，我哋家下已經籌咗40萬，希望籌咗40萬步行籌款達到個目標80萬。我哋仲有幾個活動嘅，跟住下一個活動咧。就係出街籌款，有傅偉樂負責嘅。咁我哋就去香港，即係各個地區咧，應該擺200次檔到啦。咁啊賣蕉，我哋就出街賣蕉，大家幫幫手啊！咁啊跟住就4月幾多號啊？清哥，25號星期6嚟㗎。咁我哋就會擺80圍喺呢個嘅倫敦。咁啊大家幫幫手啊！呢次啲飛就貴啲嘅，咁啊分開300、500同1000蚊一個。一個籌款啊，大佬，成本價就100零蚊啫，講埋俾你聽就得啦。話明當你水嘅，咁啊大家幫幫手，揾啲有錢啲就幫我哋買1000蚊一張飛，普通嘅就500，你哋自己冇乜錢嘅300蚊一樣咁多，一樣咁支持。嗱，300、500、1000，啲食物一樣㗎嚇，話俾大家聽，啲紅酒都一樣嘅，紅酒就清哥送嘅，俾啲掌聲啊，清哥好嘛？謝謝清哥。好，嗱咁啊，我哋就最後咧就有個5區嘅嘉年華會。咁嘉年華會咧，純粹係大家熱鬧嘅啫。咁如果到5、6月嘉年華會嘅時候咧，我哋如果籌到300萬咧，咁我5個嘉年華會就慶功㗎啦，好嘛？大家多啲支持，我哋揾下丐幫，幫主，係，俾啲掌聲。